你快递居然是只活物。这是给嘟嘟的。嘟嘟，嘟嘟是谁？嘟嘟是，他是。啊，是你养的宠物吧？狗？刚才这个门没关好，小东西跑出来钻你房间里去了，所以我才去你的房间。唉，我上次去你房间，我道歉。我接受，不过你第一次向我道歉，我浑身有点不自在。我不喜欢有毛的动物，明天把它送走。哎，这个态度就对了。周全，你说怎么办呀？这谎越说越大了。但我觉得你有儿子这件事儿又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哎，你是律师嘛？那你跟我说说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呀？解除合约关系，就是被开。但是，一般的公司呢是不会因为这种事儿起诉你的。哎，那不行，那我也不能轻易跟他讲。哎，心灵藏尸的感觉真是太不好了。你呀，你就这心理素质，你就别想什么了，早点睡吧啊。拜拜。你下去等我们吧。为什么不让看吗？难道说你怕输，怕丢人？你忘了那天谁救你了？我会输。你不要给我面子。这是赛场，让你就是对你不尊重。我不玩了。来，王助理跟了你多久啊5年了。在国外就跟着你。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是被人家欺负，我妈就送我去打拳，她是我的陪练。我是说，如果一个跟你很亲近的人突然背叛你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说人话。可能我想多了，没事儿。你是想说王助理是我妈的奸细？但是我听说大程总去公司很蹊跷的，而且他好像知道很多公司的内幕，刻意为难你。这就是我想要外界看到的效果。你现在还不懂，不要想太多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作为你的助理替你着想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的确，我昨天去见大程总了，本来是想着跟他表示感谢和告别，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走了。你必须走，我再坚持1年。王栋，你又不是卖给我们家的，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。我现在有令寻寻了，他又细心又聪明，做什么事都比你好，公司不需要你。就这1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守我公司只能坚持这1年啊？难道说我刚就业就要失业了吗？现在公司这个情况，我养不起2个助理。我不要钱。哎，你疯了！我要养家的。
老板，我加薪。我去换衣服。不，哎。我家里穷，一直靠打拳为生。5年前我在国外打拳断了腿，没了生计，是程立救了我，还用他1年的生活费换来我读书的机会。听说那1年，程立在国外打工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过得特别惨。哇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他有所改观哎。千万别，你就保持对他既有的印象就好了，这样不容易失望。他帮了你，你还这么说他呀？我这话是针对你说的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刚才谁说降薪来着？你们是不是套路我呢？程总，我这次提出卖工厂那块地，程立居然没有强烈反对，才拿下英树代理，比较有底气。人家英树能看上他，大部分是基于我们总公司曾做过美妆行业，而那个工厂才是他的底气。他签了合同，却放弃了自己的底气，这不合逻辑。小程总笼络人心，十分有一套。除了那个王助理，其他人不肯透露一点消息。一个地方挖不出矿来，就换个地方挖。都这么多年了，还要我教你吗？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传闻，闹得大家人心惶惶。这些问题就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们加油开干吧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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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h my god， 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太正了！而且你们看这个粉质，我的妈呀，超细腻，超棒，一点都不会飞粉，而且上色度也超好，超棒！1层日常，2层 party， 3层就可以手撕那些妖艳小贱货了，好吗？我英树这2年是开挂了吗？旗下彩妆品牌 UG， 我的妈呀，啊，太好了吧！幸亏我们公司拿下了他的代理，要不然可就错过了呢。哎呀，等着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我一会儿一个个给你们试。今天的直播手动延长，不试完我不会罢休的。一会儿还会用 UG 打造全妆哦，不要走开。我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落在工厂的会议室了，麦克应该还在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去啊。嗯。哎呀妈，可累死老娘了！终于直播完了。啊！干杯！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行业，直男就意味着审美不好，所以啊，我一直在装娘。我真不想装了，装的我是真的是累。我不也是在装吗？哎，我老公出轨，小三是个职场精英，分分钟把我秒成渣渣，但是我不服气，我逞强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立马离婚，净身出户买自由，那就一个痛快。哎，
但是我还不是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我知道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说，我其实打一开始一直觉得你是靠男人上位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靠什么男人上位，我是靠女人。我最好的闺蜜，她是会一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呢，她就是怕我被你们这些人欺负，所以说假装我有后台的样子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。哇，你行啊，令寻寻，男女通杀呀，人格魅力杠杠的。哎呀，我挺喜欢你这种姑娘，真实，不做作。不过呀，我就想靠自己的能力要回我儿子。我已经1个多月没见他了。儿子？哦，我的宠物。你刚才不是说儿子吗？没有，我儿子是我宠物。行了，虚伪的面具都摘下来了，干嘛又给他戴上啊？刚才看到你那个样子，我都心疼了。你现在这样子是同事呢，还是姐妹啊？爱谁谁。我跟你说，打今儿起，咱们俩算是交换秘密了。别跟我装，想哭就哭，想骂就骂，我陪着你。行，骂他，骂他，现在就骂他，骂程立，你个王八蛋！令寻寻，令寻寻，说走，程立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。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，顺大门口去吧。程立，你快开门啊！程立，开门！程立，你快开门啊！程立，开门啊！程立，你开门啊！程立，开门！快开门啊！喂，你好，我们是物业。程立，你这个大坏蛋！你们小两口吵架也不能让一个女人在外面叫啊！好几户邻居都投诉了。不好意思啊。那就对了嘛，好好对老婆。你别碰我，你别碰我！这不是我房间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穿越了？天哪，这是程立的房间，我疯了吗？
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，开门！滚！我以后就要住这个房间，那就是女王大人我的。等我有钱，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把你也买下来，让你穿着美美的内衣给我当我的 waiter， 然后你就给我住在那个保姆间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滚出去！梁璇璇，你不是等着被开除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哎呀！老板，对不起，桌子上是您昨天晚上让我拿的文件，跪求原谅。老板，我错了，只能以死谢罪。无聊。怎么是你啊？令学院大清早的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有急事让我来接你。他急着递辞职报告啊。辞职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疯了。你就当我疯了行吗？他还没走，他已经被开除了。听说令寻寻和辉一网的关系不一般，现在开他的话，不太好吧？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人在我身边，居然敢跟我耍酒疯。怎么耍了？他突然……你起来啊！你外套很脏，你起来啊！干什么？这个床好香啊！你还要不要脸了？睡在一个男人床上。你不是男人。我怎么不是男人了？你要不要试试啊？你是小弟弟。你才是弟弟，你才小。老板，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我好累啊，我好想嘟嘟。他突然就像个疯子一样。如果他走了，你就没助理了。那么还有你吗？你让我去找寻自己的理想了呀。那就再坚持1年。我已经在办理离职了。你不是为了留下连工资都可以不要的吗？我已经把自己上交给国家了。我已经报名参军了。那我拿他没办法。我的建议很实际，等樱树这个项目上线之后，你再做打算。你干什么？敌不动我不动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干嘛主动辞职啊？那是你没有看到我耍酒疯的样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比谁都知道。真是惨无人寰的想跟你绝交。反正都已经被他说不要脸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辞职吧，总比被他开除强。哎，快跟上去问问，我感觉有戏。啊，我这不好，这……哎呀，走了。我在办理离职了。什么时候啊？ 1个月之后吧。
那我呢？不知道，看你自己的造化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走了，我就得留下来。但是你不是一直想跟着程丽的吗？我觉得程丽会更希望陪在她身边的人是你。难道说又要女神降临了吗？程丽慢热，她接受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她这么快信任你的人。信任？不信任会让你住她家呀？你傻呀？那你是真没有看到我昨天晚上大柱丢人的样子？我不想听那些18禁的画面。我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憋死你！不要说。真的不是，哎，真的不是。我不要看到你的脸。谢谢你关于樱树这个项目的资讯共享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你们成都的分公司？听说你因为性骚扰被公司的女同事投诉了。他们对于同事间的正常交往，可能有些过于敏感了。出于对我们公司女性员工的保护，我不能招一个有性骚扰史的人去当他们的领导，所以抱歉了。我从来不欠人情，这算信息费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谢谢程总帮我清理完货。你真是够有耐心的啊！不过那个 Peter 啊，光在男女问题上就有一大堆材料，迟早有一天会栽的。他们停车了，要不我下去帮帮他。等等，走吧。不去接他一起走吗？他现在是个职场人了，他迟早要面对这些的。那是道德问题，泄露公司核心机密那是法律问题。还要多谢程总的计谋啊，也给自己争取到1年的时间。那是因为了解我妈，你不经意间给我妈透露一些我跟会议网的计划，但是记住，只能是透露，让她自己想办法去挖内幕。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弯子？我妈多精明一个人，你要是直接说的话，她肯定会怀疑你的。就让她自己去查，然后得到这些信息，她才能信以为真。这也是我必须拿到樱树的原因。只有这个公司还有我这个人对我妈来说还有点意义，她才会判断，她才会犹豫，这样我才有时间保住那个老厂。你们母子关系挺特别的。
我在派出所，来救我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呀？你自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不讲道理？是你不讲道理，哎，才不讲，周全，咱俩谁来？周全，你不是律师吗？让你律所的人来接你啊！大白天让我到派出所来捞人干嘛？你能小点声吗？我这私事儿怎么跟所有人说？不嫌丢人？你还知道丢人啊？他谁啊？是你老公啊？你管好你老婆，30多岁人了还管我儿子？谁又管你儿子了？哎，他是未成年吗？他都大学毕业了还当妈宝，好意思吗？妈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是我自己想出去住的，我也想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他拒绝我了。他比你大那么多，他给你什么了？把你整得五迷三道的。什么都没做行了吧？哎，他是个成年人了，他想跟谁好就跟谁好，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你已经管不了他了。你就这么跑到我家里来，你看把我的车碰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就推了你一下，能怎么样啊？好了，你这个人别吵，不要脸。冷静，冷静。我算是知道事情的缘由了啊，阿姨，你验伤吗？怎么不要验伤？我全身都是伤，我全身验伤。好，那个周全，你车多少钱？重新喷漆需要多少钱？重新喷漆7、8万吧。7、8万，行，我看这样，你们也别麻烦警察来浪费公共资源了。阿姨你，找个验伤单来报销吧。然后周全，你去喷漆，然后拿收据找对方赔偿吧。7、8万呐！你们搞错了，你们来抢钱啊！周全，这种事情以后能不能别找我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麻烦你了，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这种事情没法让别人知道，别人会误会的。咱们俩就没关系嘛，我们之间又没什么隐私。不，我们之间是要有隐私的，我们之间需要秘密，我们之间需要空间，而这些对于我来说就应该是秘密。我不想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霍一婉，你今天怎么啦？我承认我们关系是很好，但是我是男你是女，保持距离，少联系吧。珣珣，走啊，陪我出去喝酒。我才闯上大祸，还在留宫查看阶段呢，不干涉成立了。你找会议网吧。哦。10天，3天。不可能，就程总那小脾气，就算他气儿消了，也会整令寻一段时间的。对，除非我们程总被推到海里，这个时候，恰巧他脚抽筋，
然后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令寻寻突然把他从水里捞起来，美救英雄，所有的恩怨全都 over 掉，完美。就3天，赌500。赌就赌，姐姐我家里有的是矿。哼，你把你那些 A 货卖了，家里就有矿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 ！My God！唉，程理肯定一辈子都不想正眼看我了。大不了就不伺候了呗。你们俩是契约关系，又不是男女朋友，怎么搞得跟失恋了似的？不是啊，那小猫小狗相处久了还有感情，更何况人呢？再说了，那个程理虽然很孩子气，又冲又很龟毛，但是他是不错的，很有人情味的，对员工呢也特别的好。当然了，除了对我。令璇璇，你就是老板见的太少了，你多见2个就会发现程理也不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当初一见到施少祖就爱得死去活来的，那天底下男人太多了，你不多试几个啊，怎么才知道哪款比较适合你？对，你最见多识广了。哎，见了那么多也没看你带一个能结婚的回来。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结婚2个字，所有的男人在我这的保质期呢只有3个礼拜。没错，你最厉害了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咱们约会一网一起吃饭吧？说了好几回了，咱们仨要约都没约上呢。哎，我得先走了，我得开会啊，这么突然呢？因为要报复你啊，因为你总放我鸽子啊。再见了，我的小蛮牛，拜拜。周全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咱们约一个局一起拷问他。令助理，你自己的粥吹凉了吗？开始多管闲事了？最近这些人怎么都怪怪的，水逆吗？唉。喂，物业，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对不起啊，整片小区都停电了，电力公司正在维修呢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恢复啊？哎呦，这个不好说。哎，你们如果没有蜡烛手电的，我们可以给你送过去。那不用了，谢谢。那请注意安全。令巡视，令巡视，令巡视，令巡视。程总，程总，我叫救护车。不用。不行，你这样我太害怕了，还是去医院吧。你去把备用电源打开。啊，我去过了，但是线路都断了，都怪我平时不注意。药箱里有个黄色英文字母的盒子，帮我拿过来。好。是这个吗？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出现眩晕、发烧的状况，就大量给我喝水，物理降温就行了。
程立，程立。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是谁啊？